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 B9唔整電搞住，玩個改裝先。因為呢隻魷魚餃攞咗嚟都有一段時間，因為呢排我真係好忙啊。咁呢，有咩玩呢？就係改呢支 lever 臂，改完佢之後呢，跟住再加個平衡桿。個操作係點樣呢？操作就係加返呢啲配重珠，有5粒嘅。咁啊，根據你自己嗰個手感加幾多，同埋仲有3個士啤嘅 O-ring 要嚟做乜啊？要嚟加喺呢度同埋呢度之間，愛嚟 hold 住呢塊掩，就係咁啦。咁加完配重珠之後，咁啊根據你自己嗰個手感啦，1、2、3、4，跟住用翻支彈弓嚟壓翻住2粒、3粒或者4粒，甚至係5粒。咁啊有長彈弓同埋短彈弓嘅。咁我頭先試過啦，你加完4粒呢，仲有少少空間俾呢個短彈弓擰返入去嘅。咁啊長彈弓啊自然會減少2粒，甚至係3粒啦。咁啊就係咁簡單。咁我而家同你入住4粒先。呢3個 O-ring 要嚟做士啤，係啦。呢扎件攞返出嚟俾返你，就冇乜特別嘅，係啦，hold 住佢儲存啦。OK，今日係咁多，拜拜。